好，来看澎湖将军甲望湾中间的海底水管，那像讲哦，因为台电的设海底电缆的时呢，去扣掉来登去，也唱水团队呢是赶紧落水，抢修7点钟，避免离岛无水通用。下水去录影看状况，然后用皮尺去量距离，大概是距离多长，就一量距离10米啊，距离10米，管材只有7米，根本接不起来啊。然后我就想个办法，就是把浮力带绑在绳块上，然后利用船的动力有没有，把绳块拉接近那个断的地方，拉接近大概剩1米。因为现场有3公尺深，船若大只会垮大，这只船无法度锁动水管片，也要接的新水管阁无够长。唱水团队变巧利用水流配合细只船甲登起的管，两边扣好上瓦，顺利甲新管接起来，确认两边无问题了后，水枪放水测试有成功，离岛居民唔免惊无水通用。